挖机这个行业其实很孤独枯燥的一个行业，但是为了学门技术挣钱，选择去学挖掘机。其实挖机呢，说简单也简单，说难也难，看一个人的悟性能力。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，你吃多少苦，学多少技术，不用去羡慕别人开的有多好，人家背后吃了多少苦，遭了多少罪，只有同行才能体会。所以说，不要去羡慕他们，你应该让自己去不断的学习，去琢磨怎么能去超越他，这才是你最应该去做的。当你熬过了新手区和2把刀，你也就成长了，成熟了。开挖机虽然给不了咱们荣华富贵，但可以让你衣食无忧。既然选择了，就坚持把它做好，什么都别怕。男人嘛，要学会越挫越勇，加油同行挖路人。